也是需要背回较清楚，继续来看到食火锅，伫咧算讲无碗通用。这是南投一个查甫伫咧火锅店的卖酱业，投诉讲店头无碗可以用。店头伊讲结外外，落尾引起到一个查甫网友路见不平，气死迎人。讲这个网友若是有够高，规气家己开一间，会当用乞食碗甲人分，袂输经体人是乞食。结果电到引起到对方刻意妨害名誉，这个查甫网友煞公亲变事主。 桌顶拢是火锅料甲肉片，欢欢喜喜要食火锅，结果所发现无碗，赶紧甲店员讨。结果店员说讲，这间火锅店无提供碗，互民众听一个硬气，买手去因的人面车卖酱团，互因意见，想袂到头家唔那甲留言太掉，搁互别的网友正口倒说。店方他们是属于一种消解的方式，就是不理睬，所以后面就变成不知道是亲友团还是路人，就是会用这方面的语言去酸我。本来这个姓肖的查甫人是火锅店的老主顾，伫店的中心装潢了后，就随走去交关。尾啊，所发生无碗的代志，去你人面册评论，搁互人骂。一个查某网友就讲：你遮尔牛无，你嘛来开一间，想要用乞食的碗嘛会用的。互姓肖的查甫人气甲，告对方妨害名声。毋过查某网友也是无回失的，敢若讲会尊重对方。佮讲头家开一间店嘛，真无简单，无需要留无好的评论互人。尾啊，双方就伫咧网络顶的大战平，啊，火锅店的业者嘛出面解说。我们这边都是没有做回应的。那位女网友我们也不认识，客人会酱料可能会装比较多。那我目前的话也是有提供完。虽网业者讲会接受人客意见做改善，不过对这个食火锅煞无碗的老主顾来讲，可能已经留一个无好的印象落来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